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胡市是集体上扬一个震荡微涨的这么一个趋势。截至收盘沪指涨0.23%，深成指涨0.58%，创业板涨了1.17%。创业板涨得还多一点两市成交额1.26万亿，较前一交易日增加了1000多亿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放量上涨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这个量放的还是不多1.2万亿。平心而论这个点位1.5万亿，那么还比较健康这个成交量说明这个参与的人还不是很多，大家小心翼翼两市上涨加速是2603家，下跌是2420家，基本上涨跌各半今天银行股休息，这个回调，而这个券商股和保险板块值班现在是这个大金融也在分化，也就是他们开始轮动，一个人值一天班明天说不定就轮到银行值班，这个保险券商开始休息今天这个有个传闻这叫传闻，新浪基金很多媒体都报道，传私募大佬徐翔因按摩在医院抢救。6月5日消息，网传私募大佬徐翔因按摩导致颈动脉斑块破裂，在医院抢救。另有消息称不是私募大佬徐翔，而是上海沪剧院青年演员徐翔，两个翔字不一样都姓徐。这个新浪证券向上海沪剧院致电，客服人员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这个新浪证券致电叫泽勋投资联系电话，提示无法接通，也就是新浪证券到处联系看是不是私募一哥徐翔在抢救，但是也没有联系上。说到徐翔有很多经常看我节目的应该知道，我们在华丽家族这个股票上面是交过手的。这个徐翔操盘华丽家族，从2块多对吧，一直涨到30多。我在2块多的时候买了满仓，而且是这个几进几出那个时候经常是收盘的时候把它卖掉了，第二天一开盘又买了，有的时候收盘之前满仓买入，第二天一开盘就跑。我记得那时候2块多3块的时候很便宜，那个当时徐翔控盘操盘这个华丽家族洗盘洗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略有盈余的情况下跑了。自从我跑了以后这个华丽家族就一飞冲天了，一直涨到30多，涨了10倍。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若干年以后你看看徐翔已经老也做了，现在出来按个摩都能导致这个颈动脉斑块破裂，至少说明他身体不行得到啥了呢？2017年徐翔因犯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2021年7月徐翔刑满释放。我想当初他把我洗出去了，恐怕就构成了操纵证券市场罪就是他的这个罪名之一你想他要是不操纵的话，他怎么可能把我洗出去了呢？这个第一财经报道说机构游资联手炒作暴涨68%后急跌，广康生化原始股东遇高位套现。6月4日，广康生化就300804开盘即大跌，随后震荡走低，收盘跌幅超13%。而在5月25日至6月3日，该股5个交易日累计暴涨68%，从低点的26.53一路上扬，最高触及48元，到达上市以来新高。那比徐翔还是稍微差点毕竟没涨10倍我记得我当时炒华丽家族我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是1000多万，如果涨10倍，那我就1个亿什么概念如1个亿这个失之交臂这个徐翔的格局还是没有李超人高他非要赚完最后一个铜板也正是因为这个，恐怕导致他有就是身陷囹圄这个广康生化主营农药，在近期的创新药概念炒作热潮中成为资金追逐对象。我就不太懂他是主营的是农药这跟创新药有啥关系这也遭到这个游资和这个赌客们的疯狂追逐当大涨之后，该公司基本面与股价严重背离到什么程度呢？背离到原始股东都吓得赶紧把股票卖掉。这么好的行情不跑，那这是老天爷给他机会所以说伴随着股价冲高，部分股东火速抛出合计6%的减持计划。按昨日收盘市值测算，套现规模近2亿元。机构与游资的接力炒作进一步放大波动。龙虎榜数据显示，6月3日机构席位单日卖出5742万元，资金撤离信号明显。胡适就是这样随便你讲
讲个什么故事，就开始胡炒。当年炒华丽家族，就是因为是石墨烯概念，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石墨烯概念。一个石墨烯概念，它就能炒10倍。21世纪财经报道啊，说跟炒股大师炒股1个月，亏掉20%的本金。不法分子宣称购买高价商品送荐股。最近，资深股民老张被一个炒股大师的直播间吸引，对方承诺只要购买2箱指定品牌白酒，就能进 VIP 群获取牛股信息。老张咬牙花了1.5万元买酒后入群，跟着老师操作，不到1个月亏掉20%的本金。当他要求退款时，对方直接解散群聊，消失无踪。消费了高价白酒，最终却只换来一场空。这并非个例。据深圳市市监局揭露的非法荐股骗局，不法分子通过自媒体打造投资专家人设，宣传投资战绩，随后将受害人拉入各种类型的群，群里有很多股民在跟老师专家买股票。当然了，这都是托了，这个咱们介绍过很多回了啊。你一旦进了一个群呢，那个群恐怕就是你自己，就你一个人是真人，剩下的都是托啊，要么就是机器人。那当然了，那这个剧本都是设计好的啊，大家都是跟着老师后面炒股，赚的已经不能动了，已经赚的手都发软了。不久就有助理联系，称购买指定白酒、茶叶、无人机等花样繁多的高价产品，就可以加入 VIP 群。老师会在群里发牛股带大家赚钱，很快就能赚回本钱。受害人买产品入群后，跟着老师建议操作，往往赚不到钱，反而亏损严重。老师再把他们卖了，卖到哪儿去呢？卖到那些游资那些什么庄股去接盘。你看一鱼两吃，简直了。因付款购买酒、茶叶、无人机属于购买商品行为，受害人发现被骗后维权困难困难重重。涉事公司有的事发后人去楼空，有的压根没有实体经营，被骗资金难以追回。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动用警力去追回。这种韭菜这种人就应该由这些骗子赶紧割完。这个号称资深股民，这哪是什么资深股民这是资深脑残这都是属于缺心眼儿，对吧？这些人他不在这儿受骗，他就在别的地方受骗，是一样的他那身上的几个钱他不被抖落掉，他是不甘心的。要么干脆既然他是国有韭菜这政府就把他们收为国有算了，把他们的钱都没收，这样骗都没法骗。要不然这样的骗局你说只要脑子正常的人，这都应该是不会上当受骗。上当受骗的都是脑子不太正常。当然了，咱们天天在这苦口婆心的劝，对吧？不要玩 A 股，那不还有人愿意玩吗？不过你玩也可以你把它当消费没毛病，心态调整好，消费嘛。但是老想着通过炒股发家致富，通过炒股，对吧，变成职业股民，然后每天在那上4个小时的班，然后就能轻轻松松，这个就是白日做梦，对吧？如果你说我有10万，我把放里面，我消费，对吧？我3年以后变成4万，无所谓嘛。3年以后变成12万，那你就开心嘛。主打一个玩，那是可以的。就老是想着加入一个群，人家给你一只股票，然后你就借钱一买，最后你就能赚200%、300%，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呢？如果那些荐股的老师他这些水平，他还有空在这卖酒、卖烟卖茶叶还有空在这卖课还有空在这搞直播对吧？要人打赏不要说天天抓涨停他能每天抓一个2%涨幅的，你板上钉钉能涨2%的，他都比巴菲特厉害对吧？你想你每天涨2%，那什么概念你说板上钉钉一天能挣2%，涨2%，那你再加杠杆，到底借钱融资，你不很快就会超过巴菲特？他有空在这跟你卖茶叶卖酒，骗你那2个打赏，所以这些人脑子都是有屎这个割韭菜也开始了这个钱江晚报还有什么其他的媒体好几个媒体都在报道说杭州小孩哥用1.5万元压岁钱买银行股，4个月赚2000多元。一边是存款利率越来越低，一边是银行股股价屡创新高。杭州的丁先生对今年的操作很满意，你选的这个银行股表现很不错，已经赚了将近14%，太好了，我要去跟同学们好好炫耀。这是6·1节当天，杭州丁先生和他读6年级的儿子轩轩的对话。丁先生向记者透露，在存款利率进入0字头的背景下，买的银行股收益暂时遥遥领先存银
银行现在纠结该加大投入还是落袋为安。A 股银行板块中，去年是国有大行大涨，今年则涌现出一批涨势较大的区域中小行，两家银行年初至今已涨超30%。业内人士认为，投资银行股并没那么简单，银行股的回报与存款利息存在本质差异，而且如果没有精选银行，甚至可能出现亏损。事件的起因是今年春节，轩轩有一笔1.5万元的压岁钱，当时他发现多家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只有1.35%，利息较高的一家小银行，它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息是1.8%。轩轩算出来1.5万元存1年，利息只有270元。轩轩嫌弃利息太低，于是跟丁先生说要不试试，我们就做个实验，以1年期为限，看看到底买银行股赚还是存银行赚。最后他们选择了一家浙江本地的银行，买了1000股。4个月过去，轩轩这只股票表现还不错，特别是从4月底开始，该股票上涨明显，最近几个交易日更是不断创出新高。持仓114天，赚了1974元，收益率是13.5%，表现很不错。丁先生透露，6一节长辈们又给了点零花钱。这2天，轩轩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落袋为安，还是再加大投入？这就叫这个选择性报道叫幸存者偏差。这媒体坏得很就专门宣传这种，恐怕同时有10个小孩买股票，那9个都赔钱了，就这一个赚了钱，他就宣传这一个。完了，他现在还有加仓的欲望。现在银行股在不停的创新高，你要加仓，那稍微的回调一下，你那个前面赚了2000也没了。说到银行股有很多媒体报道花旗银行裁员，花旗将精简上海大连技术团队。兼内部可靠消息，花旗银行今天上午10点召开了全员大会，会上官宣了裁员计划。本次裁员涉及上海大连多地，涵盖技术、市场等多部门，尤其是以金融业务为主，涉及总人数达3500人。在今天通知的赔偿标准上，6月签字是 N+6， 7月是 N+3， 最后9月份是 N+1， 整个赔偿标准不算低。有内部同事讲述，3500人并不少，整个上海分部和印象里也就3000多人。首先他这个赔偿还是比较靠谱的N+6嘛 ，N+3 最少的你要拖到9月份，那就是 N+1， 这赔偿标准还是可以的。第二个，我关心的是什么呢？我关心的是花旗银行裁员。如果银行业务好的话，他为什么要裁员呢？至少说明他裁员至少说明这个银行是不是业务不行，对吧？利润在下降，否则他为什么要裁员？那花旗银行对吧都扛不住了，人家是对吧？这个真正的是资本是民营，他扛不住他就裁员。所以说花旗银行裁员说明这个银行这个面临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怎么对吧？国内那些银行一个个的还一路高歌猛进呢？难道他们市场不在一起是吗？纸包不住火这个才是真正的叫堆积风险，也就是这个水坝越拦越高，越拦越高。你想一想吧，那水坝你这么无限制垒下去，总有垮坝的一天呢，溃坝呀。你水位越高，到时候溃坝是不是灾难就越大？我们再看看这个很多媒体报道凤凰网财经还有其他媒体也报道说，饶毅发文一批科伦药业董事长秀肌肉带货，直言麦角硫是假药。6月5日，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其个人公众号发文称，麦角硫因是假药，并疑似隔空批评最近依靠秀肌肉出圈的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称大肆推广麦角硫因就是商人不顾廉耻进行蒙人的一个例子。董事长裸男展示肌肉是心理问题，是孤注一掷，是一辈子的终极妄想，把自己的皮肤肌肉用来带货，只显示自己的皮肤有多厚。那意思就是说他脸皮厚这个饶毅大家知道吧，也是咱们这个医疗卫生圈里面的一个大佬。上一次这个董小姐4+4那个事件就涉及到这个协和医学院那个校长，这个事情好像也牵扯了饶毅。饶毅在这个他的公众号上面还专门写了文章。这次饶毅把枪口矛头对准，叫疑似对准了科伦药业董事长，对准了上市公司科伦药业，说他卖的这个麦角硫因是假药。这个麦角硫因到底是不是假药，我可不知道但是这个科伦药业董事长秀肌肉带货，咱们以前节目还介绍过。我觉得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自己秀肌肉带货没毛病对吧？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你就得抓住这个流量带货，给自己企业代言，
你总好过把钱对吧花给别人或者请别人来代言。但是饶毅说他这个科伦药业麦角硫因是假药，那个上市公司科伦药业他怎么回复呢？这可是上市公司因为饶毅是业内知名人士，而且是专家。一旦专家对上市公司提出批评这就叫舆情。这上市公司就得回应，因为这会导致股价波动所以说上市公司必须要回应你装作没看见没听见那是不行的。这个饶毅在公众号用肌肉男、真人、赤膊上阵大肆推广麦角硫因等措辞，以及视频部分截图影射科伦药业董事长代言公司麦角硫因产品一事，并直言麦角硫因是假药。文章还称，对于顾客来说，吃麦角硫因只能证明自己容易受骗。对此，科伦药业证券部工作人员对以投资者身份致电的记者回应称，我们没有关注到该公众号文章的内容，对于其他人的评论，我们也不方便做出公开评论，取决于您自己通过各方面综合信息来判断这是财联社的报道据说这个科伦药业推出的这个叫麦角硫因产品，它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好像就是抗衰老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医学领域的专家大拿权威人士，直接说上市公司的产品是卖假货，那怎么上市公司不告他呢？有些网红超市，人家说他卖假货，他马上跳火冒三丈要告人家，对吧？索赔600万，这个可是专家那他的对吧影响力更大上市公司应该告他索赔6000万。你看，同样是质疑你们公司卖东西卖点假货，为什么科伦药业跟饶毅他们火药味就没那么浓？那为什么网红超市就像踩了尾巴一样的呢？这个很有意思，包括舆论也是你看饶毅指责或者是影射科伦药业。他虽然没直接点名科伦药业这4个字但是他那个视频，他的公众号配的图，你一看就是不点名但是你产品名字有叫麦角硫因。为什么这个有人质疑网红超市卖假货，然后那个舆论一边倒的支持网红超市，对吧？这个专家质疑上市公司卖假药，为什么没有舆论力挺这个上市公司？这就比较有意思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反应不一样？网红超市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质疑？你质疑我就告你。按理来说，这科伦药业更应该告人家是上市公司，要维护这个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他更应该去告这个饶毅为什么没有告呢？是因为一个企业，对吧？尤其是公众企业，你应该接受质疑新浪科技报道说董明珠谈大手笔分红。这个董明珠也是个争议人物网上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6月5日消息，河南郑州董明珠健康家中原店今日开业，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和新浪财经出席开业仪式，进行门店剪彩及现场直播。直播现场，董明珠谈及格力文化时表示，格力文化就是一个诚信文化，你不能欺骗消费者，不能欺骗股民，也不能欺骗社会，欺骗国家。他以格力电器股市分红为例，表示格力电器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产品，我们上市时从股市募集了50亿资金，但已经累计分红1700亿。我觉得我们要有良心，因为他们资助了我们，让我们起来了，我创造了财富，就应该和他们分享。董明珠说一个企业他保持一种诚信善良，所以做选择的时候他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董明珠表示股民利益我们考虑到，员工利益我们也要考虑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他说我们这10年给国家纳税超1600亿。这个是新浪科技报道的董明珠的在这个开业式上的一个讲话。首先一个这个董明珠这个人在网上评论还是褒贬不一这个各说各的理，各有各的看法，这个不重要。我倒是觉得董明珠如果真的他从胡适他一共只募集了50亿，就是格力电器上市到现在一共从胡适抽血抽走了50亿，然后他往胡适放了多少钱呢？他分红就是往胡适回馈嘛，累计是1700亿。我别的不说他对消费者、对员工、对国家什么税，那些我们先不提，就说他对胡适那我认为他是对得起胡适，对得起胡适的这些散户对得起这个炒作或者是投资格力电器的这些投资者。你想想，他一共从胡适拿走50亿，还回来1700亿如果说胡适5000多家上市公司都这样，那胡适你说他能不走牛吗？这我说的他是这个格力电器对胡适的贡献对吧？我们也不要谈那个大理想，什么动不动就是对吧？科技遥遥领先，胡适嘛，对吧？你就是为股民造富造血，为投资者造血如果都能像格力电器这样，你不愁胡适
不走牛市。他这个格力上市恐怕有20年了吧，相当于一年平均啊都要分个将近100亿啊，平均啊，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当然了，我们有的话还要说在前面，因为我对格力我并没有去调查它，也没看它财务报表，也就是你别到时候你这种分红叫庞氏分红，就恒大就是搞庞氏分红啊，就是他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啊，他在玩命的贷款，玩命的借钱，玩命做假账，然后把那钱拿到上市公司，拿到这个给股东去分，股东分实际上给他自己多分嘛，因为他是大股东啊，合法的把钱拿到手洗出去啊，这叫庞氏分红啊，那这个属于诈骗，但是另当别论啊，所以我们不能看说这个上市公司分红分得多，年年分，哎，我们就给他鼓掌，不一定啊，这万一他是利用了分红这个机制，他搞庞氏分红，那最后谁买单？全民买单，大头买单，就像恒大一样，恒大的暴雷以前也是年年分红啊，也不少分呐，对吧？许老板从分红里面就拿走几百亿啊，所以我们还要说清楚啊，就是你要分红是健康的分红，你是真的能造血，你能赚钱来分，而不是对吧？自己举债分红、透支分红，最后留个烂摊子给社会解决，让社会来填补那个大窟窿，那属于诈骗。所以我觉得啊，作为一个企业家啊，你不需要讲那么大道理，对吧？你就用实际行动，你能回馈你的股民、投资者就行了啊！你能善待你的员工，你不给社会造成什么这个包袱啊，这就是有良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